高雄博物院为着把这传统的文物甲推广出去，所以甲东吴大学来签合作。未来东吴大学呢，逐学期上无会开3门课，包括着文物的欣赏、导览，也有实作等等，要互因的学生来拓展文化的新眼界。 民众小客咧翕翠玉白菜，除了同人知翠玉白菜，高雄博物院阁有侪侪丰富的点状。今年是国立高雄博物院第100周年，为着要推动博物馆公共化，拜时国立高雄博物院和东吴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高雄博物院表示，东吴大学当年拢会开设华语文野队，予国际学生，进前拢有安排去到高雄参访。希望正式合作了后，通透过其他实作课程，帮助学生对台湾文化了解愈深。 因为伊有迄个华语文的史记的迄个海外的研习活动这两个活动有法度结合对了解中华文化、了解故宫的文物典藏甚至讲了解咱即个华语文的语文的知识，我想有真大的帮助。 东吴大学表示，即届合作毋乃使替文化教育拍基础、拍好在，透过和高雄多元的交流，增加课程的广度，促进高雄和学生伫国内外的视野。故宫有这么悠久的历史，那么文化底蕴那么雄厚，对我们做文化创新应该真有帮助。所以，我们也够加强伊个课程的宽度，增加更多课程，还有增加深度。 东吴大学表示，对后学年开始，伊个逐学期会开设3门至5门课程，包括实际导览课程，佮有文物欣赏等等。到时阵会邀请高雄的研究员到学校上课交流，课程全校拢会使选修。希望台湾学生和国际生伫学校上完课，会使实际行入附近的高雄博物院，深入了解，进一步运用学生的力量，做伙甲传统文物和文化推向在地，也推向国际。记者张家佳、曾俊佑台北报道。